今天，咱们8大堂主及2位副堂主都到齐了。诸位兄弟，明天下午，咱们天地会要干出一件惊天动地、千古留名的大事。总舵主，刘公公那边不会出什么问题吧？刘公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其实，他只要把咱们带到御膳房，他的任务就算完成了。以他大内总管的身份，应该不是问题。咱们得手出宫以后，朝廷官兵会穷追不舍，咱们该如何脱身？诸位兄弟，周围都看一下，天地会几百人都已经到齐了。咱们得手以后，就立刻出宫，迅速的冲出城门。只要是出了城门，咱们就算脱身了。出了城门，咱们就往这儿跑。总舵主已经安排了几百个弟兄在这儿，他们会截住追赶的官兵，并且负责接应我们，然后大家一起跑进山里。进了大山，那就是猛虎归林，蛟龙入海。咱们就在这里，就可以听整个清廷为他们的皇太后哭3把。公公，召集奴才们有何吩咐啊？陈贵啊，公公，给御膳房送佐料的车就要进宫了，你到宫外去接一下。这刘公公，平时接待御膳房的料车不是王公公吗？怎么今儿……怎么？本公公想换换人手，以后御膳房接佐料的事情就交给陈贵了。怎么？你想要这差事？哼，这差事也没什么油水。公公，您是大内总管，奴才们听从公公的调遣安排。公公记着奴才的孝心，什么时候也给奴才安排个有油水的差事，奴才会感恩公公一辈子的。得，好好干，哎，忠心孝敬啊！以后有你的好。哎，谢谢公公。好啦，你们都各司其职去吧。这。快到了，小心点。站住！兵爷，是我呀，我是给御膳房送佐料的王全寿啊。你是没错，可是这几个伙计怎么一个个都是生面孔啊？哎呀，说起来真倒霉。昨儿啊，我过生辰，请店里的伙计喝酒，这没成想，有一道菜里出了问题，大伙儿都闹肚子啊。那拉的是一塌糊涂啊！这给宫里送佐料，不敢耽误，没辙，我只好到朋友那儿临时借了几个伙计，这不赶着送货来了吗？都闹肚子了，那你怎么没事啊？我哪能没事啊？我也有事儿，可我不来行吗？啊，就这路上我还拉了2回呢。哎呦，又来了！哎呦，看来这王老板确实是在闹肚子。你看他那难受劲儿，可是一下子来了9个生面孔啊！月中星归自群听，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？江南忆，其次已无功无酒，一杯春竹也无望，双无醉芙蓉，早晚复香。
姐姐，皇上来了。皇上，皇上不是忙着处理朝政吗？怎么突然过来了？今天朕较清闲，所以就过来看看。正好听见你谈议江南，朕真是好耳福啊。皇上快坐吧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为何不让他们进去啊？哟，是李公公啊？怎么，今儿由您负责接车？没错，刘公公让我以后负责这事儿。我在里边等着，看见你拦着他们不让进去，便出来问问。是这样，送佐料的王老板带了几个生面孔的伙计，我这儿正查着呢。生面孔？闹肚子，都是闹肚子。我跟兵爷已经说过了。那就赶紧让他们进去吧，在宫门口挡着路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好吧，那李公公，你等一会儿，我得一个一个的查，查完一个放一个。来人呐，来，给我仔细的查一下这几个伙计身上有没有违例的东西。好。站好了。好，拿过去。兵爷，真的什么都没有。把手抬起来。你过来。过来这边。好了，那边。你，头，这几个人身上没有搜到违例的物件。兄弟，那这几辆车现在可以放行了吧？把车上所有的物品都给我查一下。慢着，你干什么？想替我验货吗？哼，李公公，今天的事儿特别，我得查仔细一点，看看这车上有没有什么刀剑武器，给我查。这。头，这里面全是辣椒酱，真他娘的辣！你说话小心点儿，什么叫真他娘的辣呀？这些可都是给万岁爷和太后娘娘做御膳用的佐料。哼，你这话，本公公要是告发上去，哼，小心你脑袋搬家。李公公，属下都是在执行公务，您就别抓小辫子了吧。继续查。皇上，姐姐，皇上，怎么今天看英格尔这脸色有点不太对劲儿啊？怎么，英格尔有事不高兴啊？是啊，英大人今天好严肃啊，看到本扣扣连个笑脸都没有。啊？娘娘，扣扣，奴才哪能又哪敢不高兴啊？听英格尔说这话还酸溜溜的，怎么被皇上训斥了？朕哪敢训英统领？实话跟你说吧，英格尔怀疑刘光彩有问题，就派人暗中监视他，这不被刘光彩给识破了，郁闷着呢。英格尔，你怎么怀疑刘公公有问题啊？而且还派人暗中监视他？哎呀，娘娘您是不知道，奴才监视刘公公，那是奉了皇上的旨意。谁知道皇上后来又变卦，还训了奴才一顿。哎，英格尔，你可真行！你竟然怀疑刘公公，你该不会怀疑本扣扣也在暗地里调查我吧？你还是皇上的侍卫统领呢。行了，小扣子，你就知道幸祸乐哉，失落井下。两个成语连续用错，不过这意思倒是都对了。
你呀，真是奇才。啊，刘公公，长官啊，奴才在，怎么等了这么久？火焰好了吗？回公公的话，这个黄侍卫正在帮咱们验呢。黄侍卫，火焰好了吗？验好了，验好了。验好了就好。这几日正在筹备太后娘娘的万寿庆典，人手不够，御膳房也抽不出人来，让他们进去吧。伙计们，把车送到御膳房去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撤。小婉，朕想听你继续弹唱《忆江南》。好啊，那臣妾遵旨。哎，不是让你奉旨，朕是想请你弹唱一曲。朕现在特别怀念江南。好，既然皇上想听，那臣妾从头给皇上唱。好。豆主，刘公公，请带路，跟我来。走。那些是什么人？竟敢拿着刀剑！那不是大内总管刘公公吗？哎，奇怪，他带着这些人来干什么呀？不好，他们要刺杀皇上！快，你去禀报英统领。这，跟我来。我就跟你说了，快！快！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刘公公叫他总舵主，那一定是天地会的陈近南。是天地会进宫了，他们不会是去杀皇上吧？杀皇上！走！哎，刘公公，这什么人呢？总舵主，一切顺利，我们进慈宁宫了。好，皇太后正在前面的院子里喝茶呢，再往前走就是院子了。太好了，如今就算是援军得报赶来，也救不了苟太后的命。走。慈宁宫，他们是要刺杀太后！快！启禀班头领，出大事了！什么事？什么？你们在这守着，走。太后就在前面的院子里。咱们一路之上未发现侍卫，平时宫里就这么安静。太后娘娘不喜欢见刀见枪，平日这里没有侍卫。走，快跟上，快！
道主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刘公公，糟了，咱们上当了，撤！皇上，奴才说的没错吧？刘光才这个奸贼，奴才立刻带人去杀了他。鹰统领，皇上这边最重要。那边情况怎么样了？敖大人已经和禁军统领带重兵包围了紫丁宫，这帮狗贼插翅难逃。英格尔，奴才在。看来朕真的是错了。如果你想杀刘光才，现在就去。八达在，多带些侍卫守卫皇上。哎，鹰统领，还是皇上的安全要紧，那帮狗贼交给卑职处理就行了。你们都不要吵了，要去赶紧去。朕还要在这里听小婉给朕抚琴呢。这，皇上，你们都不必惊慌。这其实是朕跟皇额娘故意设的一个局，为的就是诱使陈近南和他的天地会堂主们进宫行刺，然后将他们一网打尽。看来，危害大清的天地会，终于要全部灭了。啊！原来刘公公是奉旨打入天地会的。哦，哎呀，奴才真是愚蠢。八达，你现在带着侍卫，可以去帮鳌拜和刘光才消灭天地会。这。陈近南，你终于落网了。刘光才，本舵主真没想到，你终究还是一条狗。哼，陈近南，你是条汉子，可是你想推翻大清，行刺太后娘娘，真是痴心妄想，自不量力。哼，刘光才，兴许我们杀不了太后，但是你50几口家族亲人，他们会死得很惨。你也够狠，拿自己几十口家人的性命不当回事。宋堂主，为了这几十口的家人，你们整整钳制了我3年呐！我刘猛人3年前回老家探亲，就被你们要挟了，没过过1天的安生日子。其他的事情，我可以什么都不管了。我也希望我的族人能够平安无事。可是，你们想伤害万岁爷，伤害太后娘娘，我真的顾不上了。刘公公真是了不起，他又不会武功，单身一人同虎狼打交道，只要稍有不慎，便有杀身之祸呀。英格尔，你还别不信，刘光才的武功比你高。啊！刘公公比我还厉害？朕也是刚知道的，皇娘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朕。今日朕算明白了，当初咱们下江南，皇娘为什么这么痛快，答应让朕带这么少的人去。那是因为有刘光才这个特殊的身份，因为有刘光才他深藏不露的高深武功，在关键的时候一定会保护朕。看来，你对你的主子真是万分的忠诚，万分的臣服。刘光才，你真是一条好狗，一条数典忘祖的好狗。哼，今天你骂我什么都行，我不还嘴。你们口口声声要反清复明，听起来是多么的冠冕堂皇啊！可那只是你们自己满足私欲的一个借口。大清的江山
坚不可摧。说得好。陈近南，你来听听同为汉人的刘光才说的多好，他讲的都是肺腑之言，你真应该放下身段，好好的听一听。别看他是个公公，他才是真正的英雄。难道你就不能从他身上悟出些道理吗？本舵主悟出的道理，那就是人和狗没有共同的语言，就是千万不可相信一个狗太监。陈近南，如今就连神仙也救不了你。只要你答应放过刘光才的几十口族人，不再同我大清为敌，哀家就可以放你一条生路。布尔基布木布泰，本舵主知道你手段老辣，阴险狡诈，可是没想到你还会如此的天真。陈近南，皇太后心慈手软，为了刘公公的家人，破例恩赐饶过你一命。难道今天你还想逃了不成？我告诉你，你们要是能够逃出去一个人，我鳌拜就枉为天下第一大将军。放下刀剑，我们还可以坐下来谈谈。不二姐，本舵主既然亲率8大堂主来了，就没有打算活着出宫。今天既然要不了你的狗命，那么本舵主就把命留在这儿了。兄弟们，上！刘光才，没想到你这个走狗居然是个武功高手，你藏得可够深的。宋堂主，论武功，不是本公公的对手。看在你妹妹的份上，不让你进宫，你就是不听。今日之事，你们一个都别想活。看在你妹妹的份上，你投降吧！狗贼休想！你将天地会害得这么惨，也就是死，也要拉你做个垫背的。呀！皇上，咱们要不要去慈宁宫观战啊？朕跟皇额娘商量过了，决定不去影响鳌拜和刘光才剿灭天地会。那皇上现在没危险，那奴才能不能想去抢功吧？恐怕你还没到，鳌拜跟刘光才已经把功抢完了吧？皇上，奴才不是想抢功，奴才在江南的时候跟陈近南过招，奴才知道他有些本事，奴才是手痒痒了。皇上，您就放奴才过去玩玩呗。好吧，奴才多谢皇上。
刘公公，这个江南见过的熟朋友交给我了。你这条走狗，爷正想杀了你。刘统领，你不能杀他。刘公公，我可不是跟你抢功。英格尔，你不知道，他是寇寇的哥哥。什么事啊？各位大人，天地会贼首陈近南率人进宫，行刺皇太后。娘娘怎么样？卑职是皇太后身边的侍卫，奉太后娘娘旨意来告知各位大人，让陈近南进宫是歼灭陈近南的圈套，请各位大人放心。为保证各位大人的安全，请各位大人暂时不要布置攻防。天地会的毛贼都杀光了吗？敖大人和宫中禁卫统领正率人在慈宁宫花园与毛贼打斗，尚未结束。本王要去参战。剑亲王，这个可不行。本王要杀了陈近南，以报构陷之恨。给我让开！剑亲王，剑亲王。你就是陈近南。剑亲王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他是我的，你不能插手。敖大人放心，本王不与你争功，本王就想请他吃上一剑，以报构陷之恨，便让于你。哼，恶狗嫉妒，你私通天地会，你们皇上没要你的命，你的命还真硬呢。哪儿那么多废话？姐姐，我也想去观战，我还没有看过英格尔杀敌呢。英格尔挥剑杀敌的样子，肯定威武极了。扣扣，别胡闹，那边是很危险的，这又不是打架看热闹。皇上，您给扣扣说说话嘛。扣扣要是走了，您跟姐姐啊，还能说说肉麻体体话呀，是吧？你这个鬼丫头，你这是在为难朕，朕才不帮你说话。你要去啊，就问你主子，你主子同意了，朕就同意。姐姐，你若同意呢，朕就派几个侍卫跟着他，不会有危险的。那皇上都这么说了，行，你去吧。可是你一定要小心点儿，千万注意安全，别伤着自己啊。姐姐放心，谢谢皇上，谢谢姐姐。前秦王，仇已经报了，你可以走了。陈近南归我了。好，本王看敖大人取贼首的性命。陈近南，我要跟你单打独斗，我要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前秦王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敖大人，此人武功高强，本王再助你一剑，本王的仇已经报完了。你这个阴险卑鄙的小人！
站住！不得无礼！这是Coco小姐，鹰统领的心上人。她想进去观看鹰统领杀敌，皇上同意的，让她进去。这，让开！先进，请。刘公公，他已受伤，莫伤他性命。我不想杀他，可是他不降啊！宋传，宋堂主，我和你妹妹感情至深，咱们今后是一家人呐。我们一直在找你。Coco告诉过我，他只有你这么一个亲人，他对你的感情很深。只要你肯投降，我一定向皇上求情，保证不伤你性命。我没想到，我妹妹居然爱上你这个走狗，辱我家门。我今天就是不认我这个妹妹，我也要杀了你这个走狗！英格尔，你赶紧退下，宋传不能死在你手里，要不然你跟Coco就完了。刘公公，活捉他，别伤他性命。想活捉爷爷，做梦去吧！朕估计啊，这Coco看了英格尔出战之后，她一定会急着嫁给英格尔的。皇上，你说Coco和英格尔感情那么好，也到了成亲的年纪，不如皇上给他们指婚吧？好啊，朕正有此意呢。那这样，朕来做指婚人，你来给他们做成亲里的证婚人，如何？皇上这个主意好。英格尔，英格尔，Coco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观战的。快把他带走！Coco，这里太危险了，你先回去好不好？啊哥，Coco，哥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哥，宋传，你妹妹来了，快把刀放下吧！英格尔求你了。哥，你怎么会是天地会的人？你不是一直在做生意吗？Coco，哥一生就做一笔大买卖，也就是为了反清复明。Coco，咱父不是死于宋传。你一定要在你妹妹心目中留下仇恨的种子吧，让她一辈子不得安生嘛！你把刀放下！李光才，你再敢进一步！宋传，哥，宋传，你不必如此。万岁爷跟太后娘娘是非常仁慈的，根据你的情形，他们会饶你一命的。天地会好汉，岂是贪生怕死之辈？哥，快把刀放下！快放下！Coco，哥哥没能照顾好你，让你受委屈了。记住哥哥的话，好好活下去。宋传，敖大人，这德妃的侍女竟然是天地会堂主的亲妹妹，你看到也听到了吗？真是没有想到啊！天地会堂主的妹妹竟然已经打入了皇宫。董小宛身上又有何秘密？我们议州会议是不是该查个水落石出呢？该查，此事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那这里都是你敖大人的人，请下令抓人吧。来啊，把这人给我带走！我看谁敢动Coco！英统领，
我们议政会议要严审这个天地会堂主的妹妹，请你立刻叫人。简亲王，你也看到了，扣扣压根儿就不知道他哥哥是天地会的人。英格尔，做戏有何难呢？扣扣是何人？他又是如何进入皇宫的？我们议政会议一定要查个清楚。没错，这事必须要查清楚。我会把扣扣交给皇上，由皇上彻查。英格尔，此事不必禀报皇上。待我们议政会议彻查之后，我一定会向皇上和太后娘娘禀报的。来啊，把人给我带走！谁敢抓扣扣？英格尔，你这是徇私枉法！你想让宫中的侍卫争斗流血吗？要知道，这犯的可是死罪。英格尔，你千万不要跟他们抵抗，这样会给你带来麻烦。扣扣没事，你赶快禀报万岁爷。好，扣扣你可以带走，但是你不准对扣扣用刑。啊，这个你放心，扣扣的身份比较特殊，如果用刑的话，必须有皇上的旨意。来啊，把人给我带走。这。扣扣放心，我立刻去禀报皇上。天地会解决了，是件大快人心的事，怎么又带出扣扣的事来了？刘光彩，扣扣是天地会重要堂主的妹妹，这件事你为何不禀报哀家？太后娘娘，扣扣对于他哥哥是天地会的堂主一无所知，奴才也没有想到，扣扣去看热闹，竟然碰上了宋传。扣扣是无辜的。他再无辜，七兄是天地会的堂主，他又身在皇宫，能洗脱嫌疑吗？这如今他被议政会议抓到，是件麻烦事。是，奴才糊涂，奴才该向太后娘娘禀报，但奴才怕给太后娘娘添麻烦。你怕给哀家添麻烦？此话怎讲？太后娘娘，这收网消灭天地会贼首是大事，太后娘娘跟万岁爷一定是通过气的。德妃跟扣扣亲如姐妹，万岁爷也对扣扣无比的厚爱。奴才想，万岁爷要是知道扣扣有一个天地会的哥哥，定会给德妃娘娘个面子，放过宋传，这样就会节外生枝，影响了太后娘娘的灭贼大计。你倒想得很仔细，可如今出了这个意外，议政会议定会拿这件事大做文章。什么？你说扣扣他哥哥既是天地会的人？奴才请皇上下旨，赶紧放了扣扣吧。奴才真怕他们对扣扣用刑啊！没有朕的旨意和皇额娘的旨意，他们是不敢用刑的。但英格尔，你要知道，扣扣这件事情，朕不能马上下旨放了他，因为朕必须要让议政会议审出一个结果才行。明白。只要他们不对扣扣用刑就好。皇上，扣扣之前绝对不知道他哥哥就是天地会的人，我们一直都以为宋传只是个生意人。再说，扣扣进宫以后就再也没见过他哥哥。朕也不相信扣扣知情，但现在议政会议知道了，议政会议不会相信的，而且议政会一定会拿此事大做文章。是啊，皇上，议政会议肯定会拿此事做文章的，他们肯定会重提废妃的事情。是啊，看来议政会议抓扣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。刘光彩，议政会议定会问你是如何进入天地会的，
也定会问你寇寇是否真不知道他哥哥是天地会的人。皇帝也一定会问你的。你是这件事唯一的证人，你如何回答问题，将会决定德妃的命运。太后娘娘是说，寇寇的事会牵涉到德妃娘娘。这还用说吗？寇寇的哥哥是天地会的重要堂主，那显而易见，寇寇很有可能是他哥哥安排才进宫来的。之前柳二云瞒着你，用解药让董小宛怀了孕，那件事只是柳二云干的吗？若有寇寇的参与，那调包之事便易如反掌。董小宛的妹妹是天地会的人，那董小宛又是何人？董小宛进宫，是否早就存有祸心？太后娘娘的意思是，叫奴才在万岁爷面前、议政会议面前做假证，说假话。刘光彩，若关键时刻一句假话，能将我大清一个重大祸患去除，